摸金三人组在昆仑雪山上寻找魔国鬼母的9层妖塔，而女人只是蹲下系了一下鞋带，结果下一秒雪层突然出现开裂塌陷，随着韩舒娜的一声尖叫，她就迅速的掉入内藏玄机的冰谷之中。而风雪咆哮的声音并未让其他队友发现韩舒娜遇难的情况，幸亏胡八一及时发现，带领其他人原路返回去寻找。很快雪梨阳就看到开裂的冰层，胡八一与雪梨阳下来后，果真在洞口的正下方看到昏迷的韩舒娜。同时胡八一也注意到周围井然有序冰冻的古尸，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所有古尸都看着同一个方向，扒开那里的积雪，隐约看到在冰层下面还有一具尸体。按照老规矩，胡八一在东南角点上蜡烛，雪梨阳在准备挖掘的地方喷上大量的黄色液体，也就是高浓度的姜汁。在姜汁的帮助下，千年寒冰如同齑粉。看到古尸的那一刻，明叔也露出贪婪的目光，年近半百的他还要来此冒险的目的也暴露无遗。而胡八一却不同意明叔拿遗体换钱的做法，刨开古尸就是想通过头尾摆放的位置准确判断出龙顶的方向，并不是为了它的价值。可明叔怎么可能会听胡八一的好言相劝？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不明白吗？不能动，我非动不可能。那你就动个试试。你看胖一会儿样子，怎么着，明叔？开火是吧？见明叔放不下金钱的诱惑，胡八一只好先行离开。可就在明叔一伙人即将要抬出尸体时，西北角的蜡烛突然熄灭，尸体抬起的同时，下方喷出大量蓝色火焰。韩舒娜本能的反应推开了明叔，而火焰的冲击力直冲天空，让在上面等待的初一都感到胆寒。火焰持续的时间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幸好大家都安然无恙，只有韩舒娜代替明叔被烧成了黑黝黝的木炭。夜晚峡谷中，大风呼啸而过，明叔痛失知己，在风中懊悔哀嚎。可胡八一却发现韩舒娜的尸体在移动。一瞬间，胡八一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随后发生的事证明胡八一的眼睛没有问题。韩舒娜的尸体不仅在缓缓蠕动，竟然以极其诡异的姿势站在胡八一的面前。胡八一开枪射击根本就不起作用，眼看韩舒娜的黑爪就要触碰到他了。原来是胡八一自己吓自己做的梦而已，但刚才的梦是那样的真实。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，胡八一果断掀开韩舒娜身上的毯子，结果韩舒娜真的出现了异常，尸体早已不见，只留下深不见底的大洞在大家眼前。